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利希比记第5章第1节到13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39节到5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家。1月20号，美国的总统就职迄一天，有真侪政治的议题，互人真热烈来讨论中间。其中，移民政策的改变是互人上注目的焦点之一啦吼。这个议题也伫咱的国内的政局这个动乱的中间，成做立法委员论证的焦点。对伫外籍人士入籍，成做台湾国籍的规定其实呢，各国拢有家己的移民规定，无论是久长的这个居留也是这个永久的居留，是申请这个国籍等等的问题，拢有家己的规定啦但是呢，最主要是无论倒一个国家要移民，迄个标准是拢共款的啦以色列人基督徒终极的目标，就是要成做上帝家内底的人。那安尼，就应当爱遵守着规定利希比记第5章第1节到13节，记载着受领以色列人因彼此中间的纷争。为什么呢？迄是无照着公理来分配食物，就是讲无有按照规定、按照需要，然后伫迄个所在来欠债客。人民甲因的某大声埋怨因的犹太同胞，有人讲，阮甲阮的囝、查某囝，遮侪人为着要生活，需要真侪的粮食。有诶讲，阮已经将田园、葡萄园、厝摕去抵押，才会当度活。有诶讲，阮已經用田園、葡萄園借錢納王來甲王納稅。阮甲別人同款是猶太人，阮的囝兒嘛無卡輸因的囝兒，但阮的囝兒着去做人的奴隸。阮的查某囝有诶已經去做奴隸，嘛袂當做啥物。因为阮的田园甲葡萄园已经拢互别人摕去，我听到因的哀叫甲怨言，非常的受气。我经过心中的考虑，就责备遐的贵族甲官长，甲因讲：恁逐个人竟然甲同胞摕同理。对安尼，我调集大会来处理因。我甲因讲，阮已经尽力将卖互外邦人的犹太同胞赎回，恁竟然卖恁的兄弟，要搁互阮甲因赎倒转来是无？因拢点无话通因，我搁讲恁安尼做毋对，恁做代志应该着敬畏咱的上帝，才免互别国列国对咱的对敌来踢笑。我甲我的家属以及我的部下，嘛有将钱甲粮食借互人民。现在咱要搁摕利息，今日着将恁摕因抵押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厝体，以及恁对因摕的同理，就是钱银、粮食、酒、油，拢还因。贵族甲官长讲，阮一定还因，无搁对因要求啥物，要照你的话做。我就叫祭司来，互贵族甲官长就抓，一定着照所讲的去做。我就该偷开腰带细细的就讲，无搁就做去做的人，愿上帝嘛将因的厝体甲落落得到的甲空，会将拢因讲阿门，因搁称赞上主，人民着拢照安尼做。耶稣基督
到伫耶路撒冷圣殿了后，就留伫圣殿内底，甲经学士伫遐谈论圣经。伊就甲即个咧着急找伊的玛利亚讲：我毋是应该爱伫我的爸的家吗？但是咱知影，耶稣基督留伫圣殿内底的表现，就亲像一位上帝加年的来共款。伊有智慧，有温顺。路加福音第2章39节到52节记载，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完成一切的规定，就转去加利利，到伫因故乡拿撒勒。迄个囡仔渐渐大，日日勇壮，充满智慧，上帝恩惠甲伊同在。耶稣的爸母逐年拢去耶路撒冷守半过节。耶稣12岁时，因嘛照惯例上去，节期煞，因就出发要转去。囡仔耶稣就留伫耶路撒冷，伊的爸母拢毋知，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阵人的中间。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，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的人中间来找。找拢无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。3日了后，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，也伫听，也伫问。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，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，感觉到真惊奇怪。伊的老爸母看到伊，就非常惊。伊的老母对伊讲：“囝，你哪通安尼对待阮？你看。”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，一直在找你。耶稣应讲：你若着找我，你敢毋知我一定伫我的爸的厝。不过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，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，事事顺坦因。伊的老母将这下代志拢藏伫心内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天，上帝甲人若听伊。是啊，伫上帝家内底的人言行举止，就爱亲像是上帝家的一样，爱遵守家年的规定，爱有诚实的性命，爱用上帝的公理来对待人。诗篇19篇。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播伊的作为。即日对迄日讲话，即暝对迄暝传播知识。无言无语，无声无息，伊的声音传到全世界，伊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片，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，亲像选手踊跃。行伊的路程，对天的这边出来，西到迄边，烧去普及万物。上帝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快乐。上主的命令苛刻，无互智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，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，比蜜比纯的芳蜜更较甜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，守诫命就有大报赏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罪。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关合我，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主、救赎主，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接纳。恳求上帝，互阮诚做主家中的一份子，互阮会当领受呼召，诚做神上帝家内的儿女，帮助阮活出美好的生命，会当追求真理，有美好的见证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